喺國內，自動駕駛已經唔再停留喺概念階段，而係每一日都喺真實應用入面不斷進化。喺香港，我哋都陸續見到佢哋實測嘅蹤影。其實自動駕駛已經一步一步咁樣行入我哋嘅城市，而背後原來亦都有啲人一直默默耕耘，積極喺香港發展自動駕駛呢一個新領域。我係 Gordon， 而家係一個國際汽車品牌嘅總設計師。咁細個咧，我對汽車嘅熱愛咧，其實係源自我爸爸。佢教識我嘅，其實唔單止淨係欣賞一部車，而係做每件事，我哋都要有堅持，要認真、專業同埋有責任。咁喺我讀書求學嘅年代咧，汽車設計並唔係一條主流嘅職業發展道路，而當時汽車市場都係由歐美、日韓嘅品牌主導嘅。而本土年輕嘅設計師要行出自己職業嘅路係非常之困難嘅。咁為咗追求呢個夢想咧，我選擇咗去英國繼續升學，攻讀汽車設計呢個專業。畢咗業之後，我亦都有機會加入咗多個國際汽車品牌，做擔任設計師嘅工作。而真正令我重新思考未來嘅係呢幾年中國同埋大灣區汽車產業嘅急速崛起。當汽車唔再只係用嚟駕駛，而係一個移動嘅生活空間。一個智能座艙，設計師要思考嘅唔單單只係佢嘅外形，而係裡面嘅體驗、佢嘅安全、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同埋人性。我認為學生需要有實踐 AI 嘅機會，而無人駕駛同埋座艙設計就係好好嘅應用例子。雖然呢啲嘅內容唔係容易到一步就可以完成，但係學生只要跟住課程嘅進度，慢慢就可以學識點樣解決複雜嘅問題。呢一啲嘅成功經驗真係非常之難得，令我更加有信心學生可以應用 AI 面對未來嘅挑戰。所以我哋設計咗呢個自動駕駛同座艙設計嘅課程。呢個課程唔單單只係教你畫識一部靚車咁簡單，而係將設計嘅思維、工程嘅邏輯、自動駕駛技術同埋產業嘅實踐真正結合起嚟。而呢個課程裡面會包括自動駕駛點樣影響車裡面空間嘅設計、智能座艙嘅人機互動邏輯、未來出行對安全、體驗同埋倫理嘅要求，仲有同國際產業接軌嘅真實工作思維。作為校長，我深信 AI 將會深刻改變教育嘅面貌。老師喺教學同埋評估裏邊都應該善用 AI 去提升效率同埋準確度。同時，學生亦都需要積極運用 AI， 從 Agentic AI、AI 編程、資料搜集同埋整理，到探索未來尚未被想像嘅功能，呢啲都成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有見及此，學校有責任提供適切嘅環境，俾學生能夠喺安全、符合 AI 倫理地使用 AI， 培養佢哋成為具創造力、懂得同科技共融嘅學習者。而對我嚟講，呢個唔單單只係一個市場嘅機會，而係一個承前啟後嘅責任。我哋希望培育嘅唔單單只係識技術、識設計嘅人才，而係具備國際視野、專業操守、社會責任嘅下一代創科設計師，令佢哋唔單單只係追求成功，而係知道點樣喺呢個行業裏面行得更加遠。